前民进党的组织部主任林正宏红白讲，定定去酒店哦，已经辞职了。今仔民进党的新闻部主任张志豪嘛红白讲，伊捌去酒店。张志豪今仔是表示讲，这个相片是10月当前伊还未结婚的时，参加朋友过生日的相片。相片内底的查某人哦，拢是朋友邀请来的朋友，伊会来提出告诉。如果游姓参选人可以举证出清楚的人事时地物，本人立刻辞职；如果没有的话，请游姓参选人立刻退选。到底你所声称说本人指使是谁收买了你？请说清楚。张志豪的太太嘛伫面册铺文强调讲，伊家己相信伊的翁，认为讲这内容已经牵涉到诽谤，嘛爱立委参选人有本事，就爱提出真正的证据，唔通乌白抹黑。